咁首先第一個概念講咧，就係喺我哋呢個合併計劃做完咗之後咧，其實我哋嘅緊急服務對於沙田區市民嘅緊急服務咧係冇變嘅，係啦，冇任何嘢縮減咗嘅。而本身擺咗喺沙田警區嘅前線嘅警力嘅資源咧，亦都冇縮減嘅，即係我哋對市民提供嘅服務咧係冇因為呢一個合併計劃咧而令市民會受到影響嘅。我哋係希望透過做呢個合併計劃，而令到我哋即係個警政工作咧更加有效率啦。以前沙田警區咧開初係有4個分區嘅，咁當年咧除咗而家大家熟知嘅沙田、田心同馬鞍山咧，仲有個小瀝源嘅。咁但係呢一個合併計劃咧就已經喺2001年咧嗰陣時做過一次㗎啦。咁啊當時做完到而家都超過20個年頭啦，咁所以我哋認為而家都係一個合適嘅時機咧，去再做一次咁樣嘅即係資源整合嘅工作，咁所以先至會有呢個合併計劃。我哋有考慮提供嘅緊急服務啦，個交通嘅安排啦，亦都喺沙田區入邊有一啲主要嘅地標，同埋咧每年咧有一啲大型活動。咁喺成個配置做好咗之後咧，我哋本身喺田心分區工作嘅同事咧，大概有30%多少少啦，將來咧就會喺沙田分區返工啦。咁有大概60%接近70%嘅同事咧就會去咗馬鞍山啦。咁啊希望咁樣嘅資源調配咧係可以為社區提供一個更好嘅服務嘅。咁啊我哋亦都會定期會檢討返我哋咁嘅資源調配係咪配合到個社會嘅需要嘅。